曾經入選台灣百大景點小鎮的台南市官田區，擁有全台密度上懸的埤塘景觀。其中，葫蘆比自然公園更加是官田上有代表性的景觀之一。經過去年首次舉辦親水的活動，吸引超過1萬的人潮。今年市府觀光旅遊局再次推出葫蘆比頑皮一下。有全新的風翼滑板，加入香蕉船的拖曳體驗，邀請民眾做回來官田耍水。葫蘆皮非常漂亮，非常好啊，而且這個非常適合這個水上活動。我們舉辦頑皮一下啊，很多精彩的一些水上遊具，還有不管是付費或是免費玩都很精彩。在這一次我們特別觀旅局。今年是第2年，因為去年創造了這個非常高的回饋反響都非常正面，總共有2天的活動，短2天就13600人，所以說今年又加碼增加更多遊具增加更多遊趣，那也增加希望你都能夠來，歡迎大家來到台南，好吃好玩，配合我們山區的芒果季芒果節，所以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都歡迎您利用暑假的時間，不管自己來、情侶來，或者是帶着小孩來、帶着阿公阿嬤來，都是非常適合來台南的。今年葫蘆比頑皮一下的活動延續去年親水的主題，活動將在7月25、26，加到8月1號、2號4天。開幕當天邀請台灣風箏衝浪學校的教練，再來精彩的風翼特技表演。另外，還有獨木舟、SUP 等浮具的體驗，結合葫蘆比自然公園的特色景觀，加入官田在地產業的參觀活動等，歡迎民眾做回來官田佚佗。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。